目前，劳工局伫台南已经辅导成立37个职业安全卫生家组，用大厂带小厂运作来守护劳工安全，嘛互企业永续经营。其中委托12号透过手机甲公开表扬，来肯定事业单位以及人员对着职业安全卫生的付出。而且今年个加码颁发特优奖5000，卓越奖2万的奖金来鼓励。我们一步一步的努力，让台南市的职业灾害发生最少，那工序工程安全最优的一个环境。那这个部分中央跟地方大家都很努力，那也希望说企业也要更加注意职业安全，减少职业灾害，让劳工朋友们能够安心出门，安全回家。我们今年也有3个单位得到全国的安全卫生安卫家族的绩优奖项，这个大统一企业还有柳营奇美的部分，所以就代表我们平时在各角落推动职业安全卫生是受到全国我们主安署、劳动部主安署的肯定。劳工局表示，竞争的奖金只是手段，重点是追求劳工安全满分，零职业灾害目的，保护企业会当永续经营，创造双赢。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